narma jika sim kung le gangsang karmo tan de jarwar mun gajin lanap jari kanchin su ta je su shi zajang ji de pip je gumjun na ba ri tang dong je chi bi yer ma pen da na ba ster de ge liao chi bi ge lup tang le zo na ba kin na ba ge kem zang ke shi ngo mu nyan jir tong ge song ying tang zhou xiang zhe shin wo mu nyam jir bam ji ga tup tang lan de ji de ge bam chi ge xiang yi di ci shi ge bang ke na我做那样那个的讲错呢，这是篮球都是老生本的，没有男子的去忙呢不帮他的呢，今天年穷完了啊，对的，对让呢暂时比你莫些，对让呢蹲着讲本身就比你莫些，都当，人家呢大家当于那问题，这么几拉的人，这是拉做没进去看上进去。刚日当帮助经济怎么呢？而讲到个他们觉得家庭跟他呢，他是生根有，原当。可是个双样，俺们这样做来不呢？家村当咱们真就这位玩能来就行了。记得个是看就业热了年么，真个这样烂真真，刚日当家庭个群呢，看样是不真有。但是啊，给这样的起来年么的啦，家这就是提前的，需要做让你提前的流向啊。咱们说是英语啦，第二个了都落中呢，做这当国际抗运这真是人不呢。家去打么呢吧？这个当，等你做个经济登记，等你多买呀做进通头了，等你当入进偏这样写着，原当，等你那个的giảm số gì，等你去等我去查出错头了，等你拿从中么干个年么样头头，哎呀，我多买你当入，卡上你得让，这办的那今天就都起了，这等的那今天我们吃蛋白质的当。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弹去5月的风尘，迎来6月的时光。我们的心儿像怒放的花朵，荡起一片欢乐的海洋。6月是童年的摇篮，6月是童年的梦乡，6月有童年的沃土，6月有童年的太阳。6月1日是全世界儿童的节日，我们一起来喝彩。在这欢乐的时刻，我代表全校老师衷心祝愿同学们节日快乐，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同时，真诚感谢一直关心、支持、帮助我们的上级领导、堪布所达吉、各界朋友和广大家长。更要对为孩子们的成长付出艰苦劳动、倾注无私爱心的全体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上楼小学6·1庆祝活动现在开始。Ngan so sari kartum no jenji demnir damba la sham do karamji dokto la zibran sar wo de lobto samdum nori lambi la yang la jabtu shiru 在这个鲜花般的节日里，我们的心如变幻的彩虹，我们的心如欢乐的海洋。看，激情的舞蹈就要登场了，请欣赏校舞队表演的舞蹈甘斯蒂塔。Hey!
我西夏当中的蔡龙雄，我从三心当谈都唔懂得决，想到真人的三把刀，正送不一比年龄了30岁，我都说真正拿出来找这些人。我们爱我们的家，更爱我们中华这个大家庭。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启动我们的爱心。请欣赏大合唱启动爱心。下一个节目传统吉祥舞，请做准备。
公主这怎么样？俺做公主就是么呢？就是天天碰见了这怎么这样？俺做卡拉就是么呢？米布是这个诺罗，俺做那样这nem不么容？想到昨天这个拿出来是不是？我们爱祖国，爱家乡，爱我们的民族。今天我们要展示古老的藏民族文化，让我们在歌舞声中聆听过去，展望未来。请欣赏下舞队表演的歌舞传统吉祥舞，请下一个节目做准备。
我要热衷的龙飞人啦，跟身边我有热衷的年轻人，想到七强啦是比下不着啦，是个事。我到没讲个动作啦，找这些种。听青阳的乐声响起来了，看青阳的舞步跳起来了。下面请欣赏男子群舞《曲枪啦》。对不起了，俺做没包有捐赠献过了。